大家請睇下我點樣利用期權總管嚟做呢個鐵碟示範啦。首先我新增一個組合，然之後俾個名佢，就叫鐵碟啦。我哋係需要按照市況嚟開倉㗎。我首先要睇一睇理論價值。我哋嘅條件係喺20,000點，引伸波幅35%。當時嘅時間係9:30到。我哋嘅等價喺20,000點，所以我需要沽嘅行使價就係20,000點。Short call short put， 然之後喺低價嘅1000點，即係19,000，做一個 long put， 再喺高價21,000點，再做一個 long call 作為保護。攞到呢4個市場資料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輸入啦。360、777、777、394，然之後我再撳確定。我哋嘅鐵碟就建構成功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呢個鐵碟係對稱嘅，中間點係20,000點，向下嘅行使價係低1000點嘅 long put， 向上嘅行使價係21,000點 long call。 我好簡單咁為大家解釋下呢個圖表。喺圖表之中，喺0以上嘅係我哋贏到嘅利潤，喺0以下係將會輸嘅風險。而我哋可以睇到喺19,200至到20,800之間，我哋嘅到期藍線係喺0之上，即係話只要喺結算嘅時候，期指收喺19200同埋20800之間，我哋就會贏錢。而究竟贏幾多，就要睇呢條藍線嘅位置啦。例如，如果佢喺20,000點嘅時候，我哋最多可以贏到800點；而喺19,000點嘅時候，我哋啱啱冇贏冇輸，呢個就係所謂嘅打和點啦。而另一個打和點就喺20,800，我哋亦都係冇贏冇輸嘅。但係如果走出呢個打和點之外，例如升到去21,000，或者由20,800至到1,000之間，我哋又會輸一個按點數計算嘅風險。而到21,000點之上，我哋會固定輸200點；19,000點或以下，我哋固定係輸200點。我哋呢個一目了然嘅圖表，可以俾大家點選任何一個行使價，而知道我哋嘅贏輸。呢個圖表已經描繪咗成個策略嘅風險同埋利潤嘅機會。我見過有啲書本淨係描繪我哋點樣建立一個鐵碟，同埋解釋佢嘅風險，就已經用咗幾十版紙㗎啦。而我哋可以好簡單咁撳一撳呢個盈利簡報，呢個盈利簡報就會話俾我哋聽幾樣重要嘅框架嘅事項。例如，我哋如果交易費每張係50蚊嘅話，我哋嘅支出總共就係200蚊。而目前嘅理論價，我哋大概係輸咗180幾蚊。如果到期嘅時候，我哋總共嘅盈利係39,800蚊。佢亦都指示出我哋最高嘅盈利係800點，最大嘅風險就係輸200點。我哋可以計到盈利同埋風險嘅比例係4:1，盈利係4倍。而打和點亦都點出嚟，話俾我哋聽係19200同埋20800，兩個打和點之間就係我哋嘅盈利範圍，即係有1600點嘅範圍，我哋係會贏錢㗎。所以亦都切合咗我哋開頭嘅估計，如果橫行係喺1500點之間，我哋係會贏錢㗎。